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，佢係梗廚，有爐頭、焗爐、抽油煙機、雪櫃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擺4至6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到獅子山嘅景觀。洗手間有洗衣機、燙衫板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係獅子山嘅景觀。主人房放個雙人床，仲有位置放高身衣櫃。呢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對住係好開揚嘅景觀，望到遠處嘅獅子山。